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傅裝修公司帶大家嚟到觀塘嘅安秀苑。今次呢個單位嘅面積大係380尺，屋主佢嗰成係2房1廳嘅。而今次咧，我係創咗現代簡約風嘅設計，主要希望利用木紋啦、白色同埋黑色嘅顏色嚟做配搭，營造一種簡約、舒適、實用嘅感覺嘅。嚟到今次嘅工程方面呢，係包括咗全屋嘅地磚、瓷磚更換、新訂造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浴屏，另外仲包咗全屋嘅油漆、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 LED 燈、玻璃趟門啦，同埋一啲房門嘅，合共係196000蚊，連工包料費，外住冇其他附加費用，以成為本價。而家等我嚟帶大家睇呢個單位啊！首先我哋嚟到廚房嘅位置，廚房呢，我哋做咗2個 L 型嘅櫥櫃嘅，櫃身嘅顏色選用咗黑灰色木紋嘅顏色，下方嘅櫥櫃留咗放洗衣機同埋焗爐，最後中間配搭咗白色嘅石英石面。廁所門選用咗淺啡木紋嘅掩門，廁所入邊主要都係運用咗現代簡約風嘅設計。淋浴空間方面選用咗黑色嘅玻璃浴屏。然之後櫃身嘅位置頂部設計咗一個2門嘅鏡櫃，房門我哋選用咗3趟嘅玻璃趟門，而第2間房間嘅門呢，選用咗淺啡木紋嘅掩門，最後客廳同房間選用咗淺木紋嘅地磚，配搭白色嘅油漆。